立法院举办公听会，讨论是不是应该修改选罢法。讲国民党推算了后，认为明仔载的表决案未过关，所以调集委员高金素梅可能会保留专案，以无被表决的方式保留到院会来处理。 谢国良市长本身对于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意见。好，我本身也没有来以前也没有跟他讨论过。对，出现选罢法公听会，基隆市政府委任顾问叶庆元律师声讲，不是为着市长谢国良来。因为这场公听会来的人，像前立委陈柏惟，的确真有感觉。所以我们应该把罢免看成一个正常的选举。你今天又要把罢免门槛提高，历史上罢免投票 比率最多、投票率最高的也是我那一场，也不过才51%的投票率而已。因为被罢免，即摆为了选罢法出面，拢是因为现行的选罢法只要同意票较济，无同意票，而且票数达到选举人数的25%以上，就当通过。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修法的内容，主张就这个一年内袂当罢免，同意罢免的票数嘛爱比当选的票数较济。 他到底是不是要来拯救谢国良？第二个部分是，他也必须要为当年在台中第2选区来支持这样一个罢免，然后甚至声称当时这个罢免是一场民主的胜利。我想国民党应该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出他的道歉。明仔载内政委员会拿了8就要对决，在民众党走了表态无要收听的情形下。 红城国民党团判断到表决的时会失去优势，所以讲出招调委高金素梅可能会采取不处理的司法方式，伫立委质询后就宣告散会，和法案保留到议会中提案，直接交付而通。国民党即将再一次引来人民的反扑。国民党修选罢法从来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，而是为了国民党自己的利害为唯一的考量。 面对国民党将高铁法案，民进党嘛将出招来应对，选罢法之前马上就要开始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